講到台灣人愛出國佚佗，去日本、去泰國，不過要提醒觀眾朋友，若是要去泰國的，上無就要找2萬塊的現金佇咧身軀頂，才通好證明你唔是去遐違法做工的，若無恐驚強遣返。好幾識一大堆人，泰國是國人真愛去旅遊的國家之一。不過最近有網友發文問講，到泰國去旅遊，當地海關檢驗嚴格抽查旅客身軀頂需要載2萬泰國錢，也是頂值的貨幣現金。實際去問旅客，大部分的人攏講因知影這項規定。你有聽說過說這個2萬塊泰銖的這個規定嗎？有啊。那你今天有帶那麼多嗎？有，我們有準備，因為很怕被遣返。我大概帶了3萬塊吧，3萬塊台幣。以前1萬已經我覺得是 OK 的，他調到那麼高的金額，對啊，這個是比較便民。事實上，根據泰國移民局的現行法規，泰國的海關確實是有隨機抽查旅客隨身載資金的權利。為了證明有在泰國旅遊的經濟能力，官方建議入境的觀光旅客，個人應該準備含2萬泰國錢頂值的現金。若是家庭集體出入境，就需要準備含4萬泰國錢頂值的現金。從5月底開始，我們國人原本去泰國享有60天的免簽證，現在也改為30天免簽證了。是因為最近很多外國旅客在泰國從事非法的工作及違法的活動，但也連帶着現在他們也對進入泰國每位旅客要準備2萬元泰銖的等值貨幣，更加強嚴格的審查。除了泰國以外，全球還有真儕國家是為了防範非法佇遮做黑工、下國的詐騙，也是審查旅客敢有基本生存的財力。在海關的法律內面有定隨機抽查上加載現金的規定，親像緬甸、印尼、法國、意大利和捷克等等。記者綜合報道。